后继广场大客堂，听说那个牛肉的饼好吃得不得了。哎，你不是不吃牛肉的吗？伊屋里向个外娘娘也吃，俺多少步啊？新屋三间，你到你不是来了这头吗？房子嘛还动力用光，现在你新屋随是再办之事。牛肉的饼几钿只？这可以涨嘛，12送呀。没还来个5只牛肉的饼，牛肉的饼嘛还今在龙个后山，还写了12个日脚，不晓得哇？你甚至1岁生日，再送2个日脚，亲自再腌还个三姊妹，带凤鱼鸡来吃，再还吃个米。那个是你刚刚，不是我刚刚，2碗鱼肉双节。我当年今朝要请我吃三花面的嘞，白白胖胖，年年有余，那个代表财富，那个代表健康。所以人吃生日面是有规矩的。粉丝也要喷奶仔，拿一袋凤鱼鸡来吃面仔，三口手最最个哪有卖面的？你甚至生日，我带罗带来吃面，怪到屁事！饭厅这么多个闲话，我还是我个嘞。阿呆，对，哎呦，想起来着，今朝孙子生日，哪来了过来吃面个着？你讲的，搭孙子毛还房子，起码吃40米白浪汤，再还拿点动力生出来，帮帮忙吧，像伊高头么是真的。